一滴水都唔使放個姜葱焗魚腩，原來咁好味，我兩個老闆娘都搶住食。又嚟啦，妹妹，今日哥哥同你整個大菜，呢一條叫咩魚啊？知道嘅朋友話我知喎。頭尾就用嚟滾湯，可以叫賣兒佬幫手處理。如果佢唔識，你攞呢個視頻俾佢睇。再準備啲薑葱，俾一間鹽落去，再用左手揸出啲薑汁，加入清水浸佢10分鐘，咁樣可以增聲去香。再準備啲薑葱蒜，俾2羹豉汁醬落去，平時用嚟整蒸魚、蒸排骨、炒菜都非常好味，大家可以試下。我將佢放喺視頻嘅左下角鏈接啦，有需要朋友可以睇睇。再淋啲滾油、少許鹽、砂糖、蠔油、豉油，呢個汁蒸鮑魚、龍蝦都可以，記得收藏好啦。再倒入魚度搽勻佢，加翻啲生粉。拍視頻真係唔容易㗎，俾個愛心支持下你，唔該晒大家。再爆香啲料頭，放入熱好嘅魚，細火焗佢6分鐘，再淋1圈燒酒就 OK。咁樣整個薑葱焗魚頭真係超正啊！快啲試下啦〜